好，而家呢段影片啦，主要啦就係同阿 May 啦解釋一下啦，我哋究竟幫足保健理療館啦，究竟做咗啲乜嘢嘅？首先第一個部分啦，就會係社交媒體嘅內容建議啦。咁有關內容建議嗰方面，已經提供咗啦。咁裏邊有一啲叫簡單嘅內文同埋圖片。咁上次會議都係㗎啦，我哋會將個重點啦擺放翻喺個網站嗰度嘅。而個網站嗰方面啦，就會係呢個網址 foodhealthcare.hk 嘅。咁其實究竟有啲咩方式可以啦？睇到個網站啦 ，before 講之前，我哋先解釋一下先。咁由於個社交媒體嗰個重點啦，移除咗啦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喺個網站裏邊啦，額外啦添加咗啦，分別係英文、日文同埋韓文幾個唔同嘅語言版本，係希望啦令到用戶啦係可以唔同國家嘅客人啦睇到個網站嘅時間啦，都會好清晰知道究竟裏邊有啲咩服務啊，有啲咩細節啊，會咁樣樣嘅。OK， 好。咁而家呢個網站啦，咁究竟真實嘅客人究竟可以點樣可以認識到或者了解到阿 May 你哋嘅網站啦，其實都非常之簡單嘅。OK， 咁嗱，首先啦，我就會嘗試當客戶當喺 Google 進行搜索啦，喺 Google.com， 咁佢可能簡體又得，英文又得 whatever 嘅。OK， 跟住當佢哋搜索，佢哋而家身處喺中環嘅，譬如話我會打 Central Foot Massage， 咁我哋而家試下 Google 搜索中環嘅足底按摩公司。咁好啦，喺個搜索結果度留意翻啦。嗱，而家我係冇任何嘅搜索記錄喺度，即係話一啲外國人嚟到香港，唔似一啲香港客，因為我揾過啦，或者阿 May 你自己成日去睇自己個網站，成日見到自己個網站好前咁樣樣。咁呢度你見到啦，中環足底按摩呢度第一間公司啦，呢度係第一頁嚟嘅。好啦，而家睇下啦，第二頁足保健、大順養生、足保健。Okay， 見唔見到呢度 foodhealthcare.hk 中環足保健、足保理療。OK， 當撳落去嘅時間就會係我哋幫阿 May 你製作嘅網站。咁當然啦，其實用戶係咪淨係中環足底按摩呢個字先見到？唔係嘅。咁裏邊啦，我哋已經幫阿 May 啦設計咗一啲唔同嘅關鍵字，令到咧用戶可能打譬如話中環按摩邊間好啊，中環肩頸按摩啊呢啲字眼啦，其實都會有機會見到，但係可能呢啲字眼嗰方面咧就需要多啲時間去排上 Google， 而我哋成個計劃嘅重點嗰個優化就係透過 Google 嘅收錄，令到你個網站唔需要好似 keep 住俾錢或者分撈咁樣樣去做一啲叫推廣，純粹係咁樣樣。你見到啦，有一啲叫做廣告嘅話啦，其實會係需要啦，係付費嘅。咁而我哋現時啦所透過嘅服務啦，就係一啲叫做關鍵字優化。因為其實啦，如果你要想做得好嘅話，好似祝君好咁啦，必須有個網站喺度啦，先可以做到一啲咧叫排名優化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我哋其實因為我哋網站製作好到而家啦，其實都唔係好耐嘅時間，其實都未夠一個月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現時你見到其中一啲叫中環足底按摩呢啲關鍵字排到上去咧，其實已經係幫你做到啲唔錯嘅效果。另外，用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即時可以透過 WhatsApp 同你進行聯絡、進行預約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現時提供俾阿 May 你嗰個服務計劃嘅內容。唔該晒。